大家好，欢迎来到西门西草，东南西北，八该多草。大家好，欢迎来到试问市草，东南西北，什么都草。哎，烈士，差不多人看到3集的后生人都讲了问题啊，你就把个想法嘛。记得本3只题目讲了事情，第一只是文化产业，第二是客庄的社区的发展，第3项是学校和个教育，讨论到亲善市农业渐渐咯。哦，这3个问题主要动态的问题，嘛都牵涉到了客家来源的问题啊，跟后生人对了研究出门。虽然记得3只话题讲到亲善市，不过是讲提到客家的源头啦，和客家的来源，或是讲客家的兴趣了到话题和啥谈好冇谈到记得讲好冇兴趣的。我们都少了事情哈，讲到了客家的来源同客家的兴趣了事情啊，一般可能后生人无办法出门，不过呢，今日谈到老一辈了讲到事情的时候，跟谈到的是讲，客家人是精通中原的汉人啊，经过了5次南迁来到台湾讲来讲去都听到安尼讲法不过跟可能无了解1988年客家运动之後當代教授啦、專家啦，就當代新的研究發現同新的講法有可能阮後生人較多的了解。係啊，根本就利用了機會倡導其他位的教授專家首先倡導1988年發起了客家運動，其中最重要的羅小金教授，同人來講了30年來有把個新的發現其實講做乜嘅大家呢地區嘅來源，也講叫非常基礎、非常簡單嘅嘛。人同人一見面就問講，我攞乜嘅名？講就講哪位來嘅，哪位人係乜嘅人啊？安尼問題自然就會出現嘛。嗰時講講嘅後生人呢，對自家嘅母語呢冇去關心，也個對自家嘅祖先到哪位來冇去關心，也冇可能嘅事情嘛。人都生活地方呢，大家都會問到，也係個清基礎嘅。那我呢就講。13年佢生活都差唔多有20多年以後，佢嘅社會背景呢當法以後佢自然呢就會去想講，人生嘅價值呢到底係乜嘅？一生人呢到哪未來係咪樣嘅去一個問題呢，先可以想嘛，也就關涉到規個文化嘅問題也人到中年以後也文化問題係生活地方非常非常重要嘅一個本心靈安寧嘅一個當重要嘅點。普通人冇去想就想到講有何事有何做於是出行就做得嚟。其實唔係咧，喺生活地方係有心靈地方嘅東西。一生人追求嘅呢係心嘅一種平凡嘅。一平凡地方最重要嘅乜嘢？就係你自家祖先喺哪來，你對你自家所長出的嗰種地方呢，唔會用當到心思呢去想清楚呢，你嘅人呢真可以安頓，唔會想講，係咪行喺哪去，就像流浪嘅人一樣嘅呢？唔對行喺哪，你自家哪來也搞唔清楚。嗰種我想從一兩點來看呢，其實不講後生人也好。甚至於像喺度年齡較大嘅，就係咁樣對於唔出家嘅祖先呢，係讓來嘅一道問題呢，經常要交俾較清楚到嘅。羅小金教授其實講到，人生在世唔係講失敗呢個問題有啦
认同的问题，同啲文化的问题来当冲突哈。过去唐代的讲的是客家人的来源哈，祖先是对中原哈北方。那么新的研究是讲系南方，南方是讲中国的南方的起源啦哈。后生人哈，系咪对待问题，那么就较就出门啊。基本上記到係講提到啲事情，總係講中原嘅講法好多，和對兩幾年按到研究嘅相關嘅成果是好冇安啲。當然啦，新嘅講法啊，都冇一天講一天係錯嘅嚇，啊唔過有新嘅講法嚇，恁也係個了解啦嚇，恁另外一位嘛係。1988年哈，是當衝咗一個客家文化運動，講反愛母語，哈反我母語的係個運動哈。台灣大學嘅邱榮舉教授哈，同咱講下後生人做嘛去了解咗客家人嘅來源同形成嘅問題啊。台灣客家族群呢，按照問來長久客家嘅文化呢，最主要嘅就係按照客家青年哈，我起出來哈，我哋關心，我哋聽書哈，來參與呢整體嘅台灣嘅客家運動啊。講到按照台灣嘅客家族群呢，喺來源喺點樣呢？按照啦，從細哈就特別會。你講搶命瓜子的事，哈，也係講平時啊，哈，拜祖先，哈，也係講看屋下嘅嗰啲族譜啊，有時去瓜子的事，去個祖塔啊，也係講啲嘅個宗祠哈開會哈，對按照設計嘅嗰啲家畜嘅呢個啲來源哈，老人家哈特別會鞏固哈，俾人按照談啊。從細呢，我就有從事到台灣呢個客家族群哈，喺來源喺點樣呢？體育哈，我分兩方面哈來討論兩樣嘅事情哈。體育方面就係講早期啊，客家人啊，喺中國呢，來源喺點樣啊？不論是講都北方過來，也係講南方這個有嘅，也係講點樣夾鄉下。呢種嘅討論呢，呢有異多種嘅講法嚇，呢是中國嗰邊嚇早期嚇客家嘅來源嘅問題。另一種呢就係講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地方嚇，佢嘅客家人嚇喺點樣來嘅嚇，喺台灣呢嘅客家方面呢，太陽係所地嘅嚇，就係大部分啊，係早期是對。中國嘅嘅廣東嚇假因素來較多啊，也有嚇福建嘅閩西嚇嗰邊過來嚇譬如所在也有啲嘅嚇，但是來到台灣嚇幾百年嚇你講台灣咧嚟到客家人咧，長久以來咧，然後台灣嘅原住民嚇都有關係啊。當然啦，也有細嘅可能客家嘅族群嚇。合作來台灣呢，就係台灣嘅原住民啊，所講南島語系嘅啊，還有講按照客家人咧台灣人啊，講福佬話嘅台灣人，還有1945年以後嚇，你講都中國嚇過來外省講國語嘅嚇，嚟到台灣人嚇，故所你講我探討嚇，按照台灣客家人嘅來源呢，嘅話呢，我認為嚇，我分咗兩種嚇來討論啦嚇。最主要係呢講，早期嘅中國嗰邊嘅客家人喺你們來嚇，喺你們討論嚇，繼續來討論當好。但是台灣嚇，所以咧台灣人嚇，台灣嘅客家族群啊，喺你們來也有異多嘅嗰啲學者專家有探討嚇。特別係林瑪麗哈告訴嗰條用嘅遺傳學哈來 DNA 兩個嚟研究來討論來探討哈，嚟呢邊以後哈再嚟參考。感謝邱榮舉教授哈。
啊，对历史哈、语言的基因角度来探讨客家人的来源哈，可能接下来无较详细的讨论啊。咱们当中的问题哈，后生人讲，咱都市都信报咧，哈，俺现在去关到了祖先客家人对那未来的问题哈，咱完全同后生人讲咧，吼后生人嘛无了解。在1988年以后，当到新的研究、新的讲法。对哈，由于那个可能客家的祖先哈，客家祖先哈，那因为以后哈，人脉注重田哈，母王注重盐啊，人脉注重行哈，母王注重山哈，意思就係講對了嗰啲祖先啊，當辛苦哈當三萬當大兵哈，留下來嘅田地啦哈，亦係講大嘅素材哈，你做唔得木田哈，做唔得哈賣哈，但是無奈何嘅話呢，有嘅可能特別重要，就係講啲祖先哈，強調講嘅可能祖先嘅來源哈、淵源哈，你可能其實我記得哈，我看嘅族譜哈，我去煮塔哈，我瓜子哈。還有嘅種子哈，也會平時哈我照顧哈，我去拜拜啊。3年下來就係講客家人啊，你講傳下來嘅了客家話，也是客家文化點樣都最重要嘅啊。哦，客家話做唔得木頭啦，你係阿妹話也係阿爸嘅話啦。哦，對咧客家話哈，我特別我重視啊。冇客家話嘅話呢，喺台灣啊，那客家文化都冇咧。冇客家話，又冇客家文化哈，我台灣的客家人哈，漢白哈，都到邊都滅起嚟啊！故所你可能客家人嘅可能來源哈，你可能哈大家我記得啦。你老後生人討論嘅事情，基本上是觀察到人生嘅價值。人生嘅來源嘅問題嗬，但係時你台灣很多年代1988以來看到大家討論啲事情咧，佢目前嚟脈絡係咁嘅嘛。蔡創就係你新加坡嘅朋友嗬，黃先強黃教授，唔啲新馬地區嗬，後生嘅客家人樣板看客家呢一件事情。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这个年轻人哈，尤其包括客家人，对于客家的那个形成或者是他们的来源，可能跟一部分台湾的这些青年也很类似，不太关心啊。为什么呢？因为尤其是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他们都是一个多元民主跟多元文化的国家啊，所以不管你是客家人，或者是闽南人，或者是潮州人。他们基本上都是归类在华族，就是这个华人这个种族的这个之下啊，所以他们比较关心的是这一些华人啊，他们从哪里来，他们的来源。虽然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课题，但是我总觉得这个重要的课题不一定是说要非常的深入或者是非常的详细啊，我们可以把一些主要的基本的这个内容告诉他们就行了。他们不是学术界的人，他们就是一般的人。他们对于客家的这个来源，他们所知道的不多啊。如果你讲得太深入的话，反而会给他们很大的那个困扰。当然，当我说它是很重要的课题的时候，我觉得是主要把那个客家的来源的内容就告诉他就行了。例如说，我们肯定不能够否认，客家啊，它的来源是有一部分啊，是从中原的这个汉人多次的南迁之后，当然也有汉人的血统，也有汉人的文化啊的成分。当然，我们也必须要告诉他们，客家的这个人里面也有华南地区的这些少数民族啊的血统的文化。但是我们没有必要，也告诉他们到底有多少成分
是属于那个汉人的，多少成分是属于这些少数民族的。因为这个包括学术界里面现在也是众说纷纭，也还没有一定的定论嘛。好，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此。邱教授当讲係對新加坡嘅槍研究嘛嘅意見，有嘛看法係冇？王教授哦，談那個新加坡嘅個客家方面嘅個事情吼，我認為當好嚇。你講台灣嘅情形吼，到新加坡吼，也差唔多吼。我認為就係講台灣嘅客家人啊。我從事了可能客家嘅可能來源哈，但是呢對早期啊，祖先喺對中國那邊來哈，太弱地就差唔多嘅啦，哦，較重要嘅係呢喺台灣呢那條祖先哈，人哋喺你們來嘅哈，你可能台灣嘅部分哦，好好來探討，哎呀就做一啲嘅哈。邱教授1988年以來。客家做當多事情，所以非常關心是係台灣縣治市嘅情形啦，吼。當時你參加嘅係咪當後生？所以完全係後生人對客家嘅看法，就去堅持到了下，還是好從事是目前嘅吼縣治市嘅情形。不過因為語言係當漫長嘅嗰種嘅變遷，有研究有變化。很譬如你談下鍾教授題材語言嘅觀點來看，客家後生人對客家話，還冇是客家研究興趣了到問題就乜嘅意思。喺看法上呢，嗬，係講見啲後生客家後生話，為喺呢邊做事情，主要是文創嘛，嚇，創業理念係嘛，嚇，佢哋到喺呢邊啊，完全要發展咧啊，就講唔自家地的客家人咯，嚇，也就佢哋認同啊，英文講 identity， 佢哋認同，香港認同客家人嗰些，我看嚇，除咗了解一個客家歷史啦，我看。世界上嘅民族嚇，我要看比較其他國家看嚟嚇，看嘅以色列嚇，以色列跟美的後生人、美的青年、美的各世代嘅人嚇，佢都會記得佢嘅歷史用來。故所跟許多呢，經過2000年左右嘅東西嚇，冇國家，後來佢就建立其他國家啊，我。跟隨客家人在台灣嘅環境啊，客家人就講啊，我哋都同華人、都同河南人去共促咪嚇，共嘅民族。但係客家人係你本來了解人嘅特殊性、人嘅文化啊。因為我哋大家講嚇，條擺客家人話，腦背人一看都看到嘅嚇，我喺啲部位都看出來，同人冇共用喺貨房嚇。出門嗰時做個衫褲，唔都啲用客家人嘅，比如講條擺做藍衫。太強衫，跳板人呢，歡迎家人試嘅幾種啊嚇，跳舞啊，就看出啲用客家人嘅，係嘛嚇？家見嚟啲東西啊都冇嘅，簽冇嘅，見到嗌像比如講打現場嘛嚇，每個人做個衫褲，唔看唔出呢個客家人嘅，係嘛嚇？家如果那下是客家嘅味道、客家嘅文化，就出那在兩種情形之下，第一種就客家話。偏一種出心中嘅客家認同，係嘛嚇？有認同那個客家人嘅時，就會記得講人背後啊，人嘅祖先、人嘅來源冇共樣。故所頭擺多見哦，世界上有咁多人嘅文學、也文化、也係文藝嘅創作，全部都近代、最近多代都係講嘅祖先用來嚇。我舉幾簡單嘅例子。啊，比如講，嘅大家聽人都看啲咩嚇？嘅 Steven Spielberg 啊 ，Steven Spielberg， 佢都猶太人啊，佢都以色列人啊，佢拍聽人嘅時候都用呢個角度去看佢頭擺，大家民族本人用嘅對待嚇。咁眼見客家人咧，係講客家後生人去做嘅人嘅文創嘛嚇。我咩用呢個觀點去講，你客家同人冇共樣。
做出来的东西啊，人看上诶，人会讲哦，你有客家味道，那个有特殊性，那个有同人不同的地方。啊，那些啦哈，那可以表现出来，那可以做成这个特殊性。咁客家语言呢，用我学客家话呢，几简单。大家去脑背听流行歌曲就好诶，哦，国语的歌曲，河洛话、闽南语的歌曲，一听出啲嘅，哦，你河洛歌，大家国语歌、客语歌啊，一听嘛，哦，你客人的味道。你唔係講跳擺山歌那樣啊，嚇，從陳升到林賢曉嚇，跟創作嘅歌曲啊，一聽叫做客家人的味道。客家人的味道啊，冇用客家話來唱啊，亦冇用客家話來寫，冇用客家話來念出來啊，一個心中嘅感情啊，出表達冇強樣了啊。嗰個客家人喺後生人係講，會將自家心中也自家嘅文化帶前，而把東西表現出來。最重要嘅係係為行業自家嘅文化地圖，了解自家語言，來表達自家嘅想法和文化認同，然後就簡單嘅看法。從在談到啊，最在地哈，然後最國際化哈。啊，啲文化創意產業其實文化創意產業，簡稱文創產業哈，所以要有文化嘅特色將有到國際化嘅機會同可能哈。啊，咱長久其他10年頭，闽南做了在地嘅歷史嘅研究嘅咱黃勝松先生啊，黃先生，後面對咱南部闽南幾10年嘅歷史研究嘅角度，同咱講咧。認同後生人做乜嘅來重視咧認同同咧客家咧來源嘅問題，好冇？我記得10歲左右嘅時間，學講閩南開學，問甜問。祖籍在哪裡？我個同學，60分差唔多59個班人講啊冇一樣啊。一個事情我一直到15年前嗰啲，閩南人45%係來自酒量，不然那個正品。實際上最早很多殺苦毒。第一件事情。好多人嘅蒙頭巷寫吟春、詩河、講客，客人咪寫到詩，16詩、24詩，將嚟做王屋嘅酒量可以記住，田真公嘅第24詩嘅子孫啊！喺闽南清淡人講，係咪？你讀詩啊，我來有詩啊，咩同埋腔房，我同埋歡迎個腔房咩？鄉鄉相流嘅傳統開始講個子孫，因為曬下到平安冇一樣嘅詩比唔得啦。闽南有一個相中嘅人嘅同好，唔係同好人哋印傳統，同年唔係過36歲也唔係五福飛鳳，乜個啦？吉祥話、吉祥話，所以我為了寫闽南嘅歷史300年。係花3年4年，闽南這19年1000人嘅播放堂啊，都係岩頭炒豬排，前面嘅速度，民國95年完成闽南鎮百家鄉，一共158箱嘅遊輪。我就是講啦，今日我他們客家人聊，我將像闽南人聊，我哋花3年4年嘅時間。我建議大家。用校語費嘅力量啊，用乜嘅力量啊，將客家人每一個有客家人喺啲所在嘅地方嘅地，去做個做那個每一個貨房、每一個鄉市嘅遊覽。我講我見台灣咧讀書人啊，冇辦咧種鄭橋啊、宋朝嘅長橋，係咪？呢度是一種橋咪嚇，樵夫嘅樵啊。
你将天下嘅千個鄉已經整理分類出來。羅祥林先生做嘅冇用到這本書，所以基本上本人攻擊啊。伊唔啲啊相似係你講天嘅故鄉啊，同好天嘅故鄉啊。我將係你見北部啊，南部全部冇，我將係陸下同好同年，江夏無松得風，春生天無風。北部冇用，我看電視啦，因為我冇可能行下到北部面講，全部都吉祥話。將我見喺度你講嘅江夏同埋呢，江山不改久存實，嗰個下水人流，我也希望有機會將一個美濃。係台灣嘅祠堂文化最後嘅香格里拉，希望一個事情，大家坐下來有機會再嚟燒佢，大家可能按樣去做。一個事情啊，用講嚟冇用啦，要做啦。最近美濃人佢好菜，美濃人帶來咯，我冇點做啊。黃醫生，嚟見面打電話冇有？好。爸爸，你美濃百家姓還有冇？我都冇啦。我而家一本啊，係拉呀，所以拜託大家有機會大家嚟，我也推薦60、70歲嘅嚟合心嚟將台灣嘅客家人流寫到一本書。而且我做當然大家討論，沒愛講，所以也沒慢人講，所以大家坐下來，合為去做一個事情。清版清先生，你樣板看沙基韓個看啲研究後生人兩隻話題。我本身咩算後生人，後生嘅時節，因為參加到客家運動啊，喺度想啊。因是第一個行人哈，完全係一個武漢人。武漢人講安尼行人，因為地講一個行人啊。佢從細哈，一個阿公啊，是對呢件事情非常重視啊。啊，一定要講一個武漢話啊。佢從一個嘅祖先那邊來嘅，要記得啊。比如像我公從細都講啊，喺度廣東省興寧人。乃比起東山市梅子樹下嘅全部，啊，雖然講呢個事情啊，確實咯，嗰件事情等到我睇下，我睇嘅時節，中國開放咯，開放咧係用力就出手哦，阿公講嘅嚇，嗰出手正前面都講嚇，自家嘅來頭做一個都改不來嘅，所以呢樣嘅故事係因為自家人有講，佢去查書單個當唔會寫，圖書館咪尋唔到啊，學校咪唔會搞啊。所以呢一個係行人呢件事情，係認為完全係認為一個武漢人嚟講，不講係拜公婆啦，講係個瓜子嘅時節啦，大家幫人見談哦，呢群人嚇係講安尼話，啊係那邊來嘅人，我做過下睇，發現講嚇，這個語言咩唔係講完全冇變嘅，而語言沒有變化啊，因為像我帶到關係啊，跟我哋講嘅強，基本上係關係體系嘅客家話，啊關係體系嘅講西人話。啊，跟我隔壁連沙，像我媽媽是饒平人啊，我從細咪聽人講饒平啊，所以有的事會多少咪聽時會講啊。跟我婆我家婆海陸人啊，隔壁連沙講海陸，咩就講西人咧。睇個人交通嘅時節，有的語言會上學先嘛嚇，所以我認為講嚇，不管你係後生人就係講到只沙期睇嘅人嚇。基本上你是會受到啲同學影響。我係講特別都講哦，你西南嘅人啊，你用到客話啦嚇，跟住講到唔拄好老嘅佢沙發參與來嘅時候，佢就托出來。我頭擺去上課去記錄頭，去見過平拿大橋，佢隔壁人沙講開咗平拿大橋，啊，跟住是將個平拿大橋將種開咗去讀西南嚇。平拿大橋，阿公是講做唔得人講，我講平拿大橋，跟住橋老橋，或者拗老拗嘅個人嘛，但是確實係兩講到客話啲度，又冇講到講法嘛嚇。阿公是特別講，你要講呢件事，你會記得啊。所以呢，語言本身
印象到底係乜嘅事情啊？寫成有冇提案到呢？是講來本切家啦拍啥啊？你用你講你用語言寫 N 切家人咯，唔係用誒反而用講拍種嘅事情咧寫個拍啥咯？佢係呢我本人講咯，學龍人，呢係台灣人啦，台灣客人啦，跟住學龍人是拍啥咯？所以本清楚講嗬，原來 N 切家係乜嘅人，跟拍啥就係無腔嘅人係講乜嘅話。跟住看啲後生人嚇，怕冇愛嘅機會啦，啊就愛你阿公嚇。嚟好好嚟教孫啊，機會見嚟見少咧，學個唔會教，跟住家庭啊，家庭呢啲生活方式老頭爸冇控制，所以雖然學習最好當係家庭教育，不過家庭就按你機會冇，佢讓你見嚟見少咧，咁陣時等於講一靠沙期，個沙期大家嚟溝通，像按到菜場啊當到老朋友，大家想見面啊，啊會講客家話，係認為完全認為客家認同是好嘅事情。客家認同了後，大家想見面講客人再講客話，嗰條擺客人讀了客人冇聽乜講客話，所以你係認為過去30年來，大家認為呢隻新嘅就文化認同，使得南北冇共讓地區嘅客人就機會講大家來講客話啊，所以呢個時節咯，冇去論咯，不論講嚇，人家講西安人，人家講海洋人，人家講饒平人，講太埔話人，講浙江人，全部認同，攞人全部認同起來，啊，因係按照客人。咁到台灣係隻新嘅隻認同嘛，咁唔係拍到位數就看得到嘅嘛。所以呢隻認同到台灣會變到硬強，所以老你上嚟係新中人啊，嗰項嘅閩南人啊，會做啲溝通。我睇到聽閩南人講話，當然咩聽唔成咧，當然是因為嗰啲事吼，就唔係人講嘅，嚇嘅韓國嘅鬧事咩冇空裝，我講久咧嚇，哦，呢啲客話嘛，空裝客話係啲，所以等於講。你喺後生人冇按到過去人嘅經驗嘅時節影響嘅實，不過行喺叫佢行出去啊，而行喺強浪愛人喺件因為叫行人嘅時節點樣出嚟講法？而講一強，個老人家因為講到偏人走，講到無爭啊，唔會講，輕係看法嗬。我因為講嗬，呢些學習嘅過程啦，因為頭擺一有機會，不過呢下人後生人嗬冇機會，不過叫認同感，家仲就講到啊，佢心度上佢啲嘅行人。佢啲咧，所以我想呢件事情應該冇問題啊！佢冇去追求緊嗰個源頭，唔係講喺現下佢冇嘢談論啊。我喺佢喺啲嘅行人，而上我做個行啊，進一步去熟悉佢自家文化時，佢自然地是會潛到嘅源頭，會潛緊源流啦。所以個沈同國講嘅嚇，我非常認同。其實呢啲行人嚇，想辦法去潛嘅源頭係非常好嘅事情。佢會看到冇強壯嘅環境。而家祖先老啲係完全冇空檔，所以我唔係因為講嚇，佢唔是去論，唔是講嚇，唔係講嚇，唔去旁佢，本佢要就最起碼講佢啲嘅行人，曬了佢第一隻源頭，嗰做下潛嘅事情啊，佢自己去潛，唔是學校教，學校咪教唔來，因為嗰係佢自己嘅事情啊，佢教出嘅事情係佢自己，冇像沈用過，佢老拍啥事情變自己嘅事情，創嘅事情愛人太少啦，嚇，我哋係學習嘅就鐵質啦。你老拍啥事情變自家事情啦？我因為呢件事情係應該客未來客家認同嚇，行咗嚟行當久嘅事情啦。頭先講到客家文化呢個認同呢個語言嘅親中嘅部分啊，後生人可能會講，你哋大家都講國語、講方言都好咧，做乜嘅個學客家話呢？啊，係咪？語言學專家鐘老師啊，鐘榮富老師同我哋講下啊，做乜嘅？你哋大家都講方言啊，行下嗰度學客家話呢？每種話、每種語言嚇都有佢特殊嘅表達方法。故所我講語言同文化嚇關係就蠻深啦嚇。遇到幾多事情嚇，幾多嘅感覺，用國語、用英文、用日文、用韓文，都冇法表達客家人嘅感受、嘅感情，係嘛嚇？故所每咧出強都強樣，每咧語言都強樣優美啦嚇。因為語言同文化生活出直接強最強下，俺漢寫到太，比如講俺行人嘛嚇，見俺在學校教嘅書嚇，咁幾多都中和嘅咩，詩田咩嚇啊，你啲東西又做俺行人條擺文化就以農民生活為主嘛嚇，佢見冇強樣嘅，見啲詩推改變嘅嘛嚇，嗰度俺見在變嘅12年考講嘅時啦。我就認為講，你客家話
会该当作生活语言，俺平常用啊，跟五岁脑背出是得讲的话，吼，唔要讲许多嘅嘛博物馆，唔要许多文物馆，俺是得讲的话，俺的话会比生活方面，会比是得表达。啊，你些话吼，咱可以用，可以去加表达自家感情啊。啊，美的语言吼，都有佢最特殊嘅安尼表达的方式，我记得你嘅哈。比如关于吧哈，我一看到他，就觉得不高兴啊。今日学法哈，大部分都讲，我一看到佢，就感觉到我唔高兴嘛哈。喺個頭擺學法上，我看到佢，看到，這是客家話啊，客家話最起源，最同其他語言冇兩樣。關於也冇安尼講，河洛話也冇安尼講，像客話學嘅啊，就表示講一怎麼樣怎麼樣就怎麼樣啊。我試到到嚟翻，就感覺喂好事咯嚇，譬到到嚟嘅香，就嚟主角貴好事咯，你都客家人嘅表達方式啦，你都客家人。咱有辦法感受到你嘅感情，唔用其他語言嚟表達一些出冇人嘅身份嘛啊！嗰個見咧客家人嘛嚇，見咧後生人，唔用一問講用一個客話咯，啊你先當時嚟講自家嘅感情表達出來，啊你嘅感情咧最特殊。我家記一啲嘢嚇，幾多作家嚇，像美國最有名嘅啊，伊做龐德嚇，個有名嘅作家，佢用法文寫詩啊。用法文寫書，他呢冇名，人記得咧唔係佢佢用法文寫，係嘛嚇？佢用英文寫是能好嘅，英文是自家語言啊，係嘛嚇？同嘅咱高行健咁樣嚇，佢用法文寫嘅東西啊，冇人講看得過特別好。佢用法語寫，佢都法語嘛，用法語寫，能特別好。下一輩咱客家人咧。比如講，我看鍾秀珍嚇，我看李橋，看鍾理佛，看鍾天明，嗰啲東西啊，插夾夾，底背一天要合法，嚇。喺鍾天明底背嚇，合法要較多，哦，差唔多佔咗40%啊。嗱，冇安尼背景，都同外國人哋讀嘅王春明啊、王真和啊，嚇，佢冇喺度冇唔識嘅河洛話寫嚇，佢都唔了解佢書寫嘅東西。俺客人咧下推，俺客人咧後生人，係把啲從事嘅東西啊，出嚟表達俺客家嘅思想文化，嚇啊作品創作，安尼些話，俺嘅東西咱同人不重要。俺客人咧後生人。係把啲從事嘅東西啊，出嚟表達咱客家嘅思想文化，嚇啊作品創作，安尼些話，咱嘅東西咱同人不重要，同人冇相同，他嘅藝術嘅價值啊，我要差不多，啊像林先生，佢有膽量啊，嚇，佢硬頸啊，嚇像頒給嘛客家金鐘獎，他不要拒絕。金鐘獎就金鐘獎，為什麼客家金鐘獎？嗰個去年都得到金鐘獎係嘛？金曲獎嚇，我得到嘅獎嗰時唔是某個假客家，因為人嘅藝術作品都多嘅係嘛？他呢林先生做東西啊，做客家人嘅東西，唔用河洛話嚟唱，唔用國語嚟唱，唔用廣東話嚟唱，都冇人嘅味道。我哋嘅歌曲啊，傳到中國去，傳到香港去，全部用客家話嚟唱。啊呢些。你嘅客家人創作嘅目的，能有辦法表示講，我哋嘅民族嘅感情，切合共同嘅文化，嚟從語言嘅角度啦。係啦，照人講文化底背都有感情，有語言底背都有感情，語言底背都有特殊嘅文化，冇按樣寫出來就冇辦法留拍曬，有一隻差別嗬，也就係客家。語言底背都看到對文化嘅特色。王先生有補充。頭先聽邱教授講啊，人脈乜嘅人脈，係寫過有對嘅發祥體下五路嘅種子。
啊，上五路的人已经办这个，办了美浓国书的，还五路还一部分留下地的。我去采访的时候，他就发现，沿许多河洛人的样相，知识示范出来，一天改个一，考试就变考西，天师就变天西，报纸都变报记，都要加个一。语言是两个亲属百兄弟哦，人个阿爸到美浓办啦，没办哦，伊个同人做长工，啊爷爸归去美浓本人做，啊爷爸留下睇下，两亲的叔伯兄弟，从阿是讲法已经做了，所以语言的东西啊，实在而拿来做证据怪危险，因为一下子会变。像我夫人讲，伊虽然河洛人，迄个五路的河洛人，但是伊来到美浓同阿妈学嘅客，阿妈又讀過唐書，啊伊冇讀到日本書，也冇讀到國語書，也冇。阿媽嘅客100%，啊意思講語言鬼容易變，啊不變咧，係你眼人嘅頭腦當中嘅想啊祖先來嘅素材。我意思講一個事情啊，大家要好好嚟詳細嚟研究看啦，因為前數百冇想到我地方都已經300多100人講做一上大嘅。我現在做台灣語言地圖，第一要咧啊，台灣南部嘅地圖。我講一強啊，同頭先講啊詩，俺都774到唐下去嘅啦嚇，唔係774到唐下去啊嚇。也就按到太魯關強，太魯關就總理府總提名嘅故鄉嚇，嗰度嘅總理府嘅故居啊，出現喺太魯關嚇。快些講過嚇，即南部啊嘅6隊強嚇，有4個地方出講太魯關強，就江興村、江福村。嚇，變內埔嘅竹圍村，因為竹圍村頭擺上到太魯關了嚇，日本時代時啲太魯關人去嘅曬去嘅啊，嗰個景嘅馬本講比唔係比嘅嚇，比嘅出其他萬萬族庭嘅條人啊嚇，眼嘅講10萬嘛，唔係10萬嚇，太魯關人講10萬啊嚇，嗰數要集莊頭咧建興村嚇，建興村頭擺馬到太魯關了啊，你4個莊頭啊。祖先用嚟來烏鹿，唔係烏鹿，烏鹿係河洛人嘅話，烏鹿嘛，鹿啊，嘅佢話鹿嘅呀嚇，烏鹿呢地方，因為我祖先就用烏鹿來嚇，嗰度嘅地方叫烏鹿啊，都行人嘅地方，嘅講嘅話，從梅縣嘅柏土鎮、松山坡啊，松山坡我去啊，我去到松山坡，佢嘅講嘅話咩丁年哦，咩丁年哦嚇。第二 B 啊，774啊，飼牛叉啊，你啱做飼牛叉咪嚇？774哦，冇試到你去啊嚇。耶穌我太魯關嘅強調，你唔係講塑料支持是塑料一樣唔係，亦係注意咧強調啊。在太魯關在6隊地區吧，就4個莊頭，加烏鹿嘅時候5個莊頭嚇。講安嘅地方，你做語言啊，可以看出來啊，比如講示範同示範咪嚇。講比喻同比喻，你可以看出來這個講法。眼嘅啊嚇，係有咧個特殊嘅表達方法啊。我比如講土房子有個詩吧嚇，房子坐在山上啊，木嘅坐地山當哈。眼嘅咩人講？眼嘅所有的動詞啊，後面都要加啊。我坐啊才等你哈，佢企啊才嘅，佢企啊才嘅示範。好，所以都要加一個啊，都沒有加冇直接加嘅呢介詞啊。佢哋嗰種語言，用這個語言去讀佢嘅寫出來嘅詩、寫出來嘅作品嗰些啦嚇，感受都不同。係，這個就語言同文化嘅奇妙嘅關係啦嚇。古時也係某一天係。變化影響係冇中央嘅源頭啦，源頭冇中央。一方面唔知羅教授有補充嘛？我家想講嘅係黃教授講
研究员呢，其实冇需要去上到太学术的啦哈。个家王先呢提到讲，想种那个杀族嘅问题啊，我都加票我就想到，其实我对客家研究嘅问题哈，我唔係講乜嘅貼片啊，到語言上樣樣去做當西嗰種研究證明，也唔係對每一方面做樣講規個呢頭腦的沉落去呢去做嗰種研究。其實講樣我做到台灣一片當簡單的一種想法。比如平常講呢，台灣呢乜嘅鄉人呢，青島鄉人，提的不提到就鄉種啊。接下來天宇我提到青島就按到喺行業咧，喺乜嘅鄉了，鄉旁啊。到台灣一片鄉旁嘅嚇，全部就講係綠河嗰邊過來嘅，就講減開咗嘅一種法啦。佢大邊咧上鄉旁，唔過佢人在早期講鄉旁咧嚇，全部要講綠河嗰邊出來嘅。結果按一堆嘅情況下，原來嘅鄉旁咧。係向盤咧轉過來，延轉過來了，其實冇什麼，因為用盤用藍種嘅話，大家一講到就殺錯實際是擺個橋頭王啊，就講係橋頭嘅後台啦。不過文明較進步嘅，就使到按你嗰種信仰啊，使到一冇面子樣嘅。嗰度就盡量呢，離開。唔過幾個故事地方呢，盤蘭類種呢，全部離唔開啦，冇辦法啦。嗰度像中國人呢，唔多人一起，結果呢，還係殺錯冇辦法。佢像盤嘅本來係像盤嘅呢，也係殺錯逃不掉。結果台灣一片青島嘅係青島客家人呢，像種個像盤，原來就係像種個像盤。就係個殺咗地方呢，清基礎嘅四十鄉嘅嘅地方嘅兩十鄉，嗰種按嚟看，客家人嘛，客家人做殺蟲嘅嘛，唔像按嚟看就當清楚。做埋有兩個人，大家因為清咗客家人呢，結果呢有兩個鄉呢就係殺蟲嘅青蔥有鄉嘛。佢我係用按嚟嘅方式去多了解以後呢，將進入講客家人嘅來源係乜嘅按嚟研究嘅。我們大家第一個案例很特別的消息。可能呢問題哈，很邱教授係咪有補充？另外，從教授講到那個語言那個問題哈，每個人哈最歡喜哈，最艱苦哈，一是哈用自家嘅母語哈來講哈，來調哈最好啊。你講客家文化按你們來傳承哈，需要大家來啊。客家研究按你們做嘅話呢，你看呢客家嘅研究哈特別重要啊。學者專家哈，我共同哈除了條後生嘅哈，共同來探討啊。但是我傳承客家文化嘅話呢，嘅語言哈特別神奇哈，特別好好我哋保存。咱行人哈。切體來講，你做學術研究啊，唔係最重要嘅啦。學術研究冇人看嘛，看冇啊，看唔是啦，係冇。我哋要寫幾本個強圖嘅，比如講我係荷蘭人，也乜嘅，反正唔係客家人，也設計客家字體，唔客家話。我用去了解，乜個人都西人話，乜個人都接吻客家話，乜個人都會了客家話，冇人知啊，係冇。雖然多少咁嘅書寫按圖按態嘛，佢流傳喺幾個人之間啊，幾個人看唔是啦，千般人看唔是啦嚇。我要寫安尼冇錯，我寫基本個前拍嘅個普通嘅介紹啊，本大家人了解。哦，你個客家詩人強到乜嘅，接吻強乜嘅，匯率強乜嘅，東西強係乜嘅嚇。你哋研究用起來，用版來嚇。太可以寫嘅，比如講美濃地杯啊，唔係講美濃出強出個，比如講竹條杯地杯啊，佢講果熊，唔係果熊啊，叫做阿秋啊，唔係阿 Q 啊，嚇，佢個科學啊，會咁多惡化啦，嚇，會變機器式啊，嚇，叫做竹條杯人咧強調嘛，嚇，廿啲東西嚇簡簡單單，除非
写伊咧朴嘅书啊，差唔多100頁左右嚇。介紹麥安諾實驗法，連廣東人都唔知麥安諾實驗客家話，係咪嚇？見到實驗客家話都苗栗話，苗栗話都羅小金講嘅話出來。客家研究是同時間嚇，賽跑同時間上，咁樣冇夾夾嚟做，以後可能就得到失傳啦嚇，冇機會啦嚇。根本是一個開始嚇，接下來還有3年後，繼續來問，繼續來吵嚇。後生人咧也有啲問題嚇，過來嚇，我繼續來較詳細的回答，過來吵，過來討論。前後是在節目跟做落去跟討嚇，今日是一個討論，一個開始嚇。記得我講的客話是董事太普強，以前就講，而家嘅客話冇講嚇。客家運動30年來大家慢慢了解是強調冇強調，冇講下面咧講嘅標準，下面都冇講啦嚇。客家運動30年改變當多事情，嘛有當多嘅成果，大概向下個嚟答辯嚇。今日咱根本就對啦歷史認同語言3個方面做一個簡單的開始那明天開始會做更詳細的討論請觀眾朋友繼續收看你喺節目請觀眾朋友還有3集個詳細的討論，大家繼續來收看咱四門四吵東南西北八個主要是來吵4問4吵。東南西北什麼都吵，歡迎大家繼續收看，我們繼續再來吵，好，謝謝大家，謝謝，烈士繼續過來吵，係啊，好冇？大家繼續過來吵，今日是開始也差不多吧。